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9月19，以赛亚书32章18节安尼讲：我的百姓要踮伫平安的体、安稳的厝、清静休困的所在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踮伫安稳所在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坚立，你的信实坚固伫天里。阮要唱歌学乐你的慈爱，到伫永远。阮要用阮的喙传你信息到代代。主啊，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是你所建立。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主，主啊，你是阮的气力，阮的堡垒，是阮拄着危险的时的避难所。虽然地大震动，虽然艰苦甲危险嘛不时临到，总是你应允阮，紧来属你的百姓，你要互阮踮伫平安的体、安稳的厝、清静休困的所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虽然外在的环境济危险，地大震动，互咱伫遐惊吓，总是咱的主应允。要互咱踮伫平安的体、安稳的厝、清静休困的所在。愿主时刻甲你三角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